经常酗酒、醉酒，啉酒咧增加自己的创作能力，酒器品质好不好，酿酒的技术好不好，对酒精浓度啊各方面引起到酒精中毒、醉酒而亡。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本夜的维基百科。我是出版的讲师范强检验中医师。中医跟历史也有加前沿的然后按你生活作息呢息息相关、紧密结合共下。你对了到古诗当中对历史的古诗中，还有了到人物佢的诗词歌赋当中全有动作表现出的非常精彩，对按你身体的医学各方面全有表述出来的一个这个文章。你基本上上咧要强上回终究是来同来按你探讨有关于这个文章上对人体表述的这个健康的方面，你请上回同学咧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陈冠。大家好，我是马在佑。大家好，我是李佳怡。陈冠，你也政大中文系毕业理论上对文学部分了解最多，记得最多。你感觉历史上哪一家人物对你很记忆深刻而且身体毛病很多我就透过该文学作品，底部度该韩愈就在《纪实二郎文》底部度就讲过，佢寒芒湿湿，都目珠蒙蒙，还就头脑毛都拍拍，还就佢牙齿都会揉揉安样。讲到韩愈佢事实来讲的话佢寒芒湿湿在佢写了文章是讲佢一家目就是发嘞，头脑毛也拍嘞，发拍拍牙齿也咬嘞。看佢安尼问题佢到底系咪跟烟引起？烟这上来讲跟肝肾有关系。中医来讲肾主藏精，主骨。当你讲讯息他们就个写句话，佢有人讲，你肾精足是发荣，头脑毛会下降，也会下茂盛，上了下痘。只是用肾精不足、肾精枯竭的写句话基本原因佢头脑毛会下不容易拍。还不容易掉头发。十个讲呢是肝藏血，更容易血多些发为血之余，头脑毛会下降，会下讲乌黑亮丽，肝开窍于目，因为肝机能下好些就话，原则上在视力会比较好，肝下差些就话肝血不足其实会引起到视茫茫加上刚才这个问题就是发苍苍牙齿动摇，因为刚才讲嘛，齿为骨之余。你筋骨强健相对来讲，因为牙齿你可能你细你要镶牙齿对不对？你讲牙周病的人他都不太能够用植牙，用他的牙床骨牙床骨像紧体嘞、附体起，所以讲肝肾的问题有没有关系？有，从这个点来看，所以韩愈因为安阳研究不管佢因为被责官到。比较蛮荒地带，营养也不好啦，营养不良啦，也讲生活环境比较差，引起挑偏因素，让它变成这样子。所以整个重心来讲，就是说它都围绕在肝跟肾这两个核心上面是有问题的。那先生该用来引包容管冲老师从中医的观点比较特殊它有个青赤黄白黑。青入肝，黑入肾，所以说基本上肝肾这两个脏腑来讲，肝脏以吃蔬菜居多为主。那肾脏它是黑入肾，黑色怎么样？从乌麻啦乌母米，也是讲安尼个木头亲人黑豆这个部分来讲，可以还有补充安身体的效果，对安尼药物还有帮助。安尼。接下来要出只口体的口台这个白居易唐朝诗人白居易佢活到75岁，身体莫平情窦佢让佢的身体的情况又写到佢的诗词里面，尤其眼疾部分很困扰他。
差不多40首嘅左右吼，全有写到咱木酒有关系。其中一首吼，沿岸你咪要讲到啦吼，嘅内容系安尼吼。早年勤倦看书苦啊，晚睡悲伤出泪多。言损不知都自取，并作方物欲若何？诗词的表达是讲那样，木酒有啊，跳过后上些有啊，地好保养。拼命为了科举而考试，要力争上游、出人头地啊！拼命读书，因为安那木就上没发育，到晚年家长会后悔莫及。好，再提一点，呢，给语言九书地位就好，把自己讲下有啊。好，贸然如飞萤垂珠，在眸中者动以万数。以现在医学来讲，这些嘛个毛病练的啊。艾迪，这是飞蚊症。好，对，没错，它就是飞蚊症。好，飞蚊症吼，尤其吼，大家因为3C 产品呢，一个进步有啊，人手1机、2机、3机成就，所以这种3C 产品的那个蓝光的刺激啊，破坏你的视网膜和你黄斑部，视网膜剥离，就会引起飞蚊症。另外问题来讲哈，越来越严重，青红出现有啊，你看这都是30岁、40岁才出现这样子，挨这个门诊些有啊，会督导有啊。你19、20岁小朋友是反应中，那母猪可能发又误痒，安袂安飞来飞去，那医生很蛮严谨哦。误痒吼有两种情形，一个刚才讲嘛，因为视网膜剥离嘛吼，还有一种情形就木西啊嘛，个呀，黏到的母猪特别啊，黏吧，累哈，它会消失掉。哦，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因为视网膜剥离按问题叫人严重有啊吼，而且近视还青红越来越严重。那今天要怎么样来避免？那我现在告诉大家哈，基本上就说远离3C 产品。第一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国内呢，好，就是说常走出户外，多运动，好，看远山。你如果说常常看起来一个人影里面有带一点黑点呐，或很白色来拍打盖书本或怎样，就书名的字不跑，满天的飞的小蚊子这样跑，你都要警醒，那是你飞蚊症的一个现象。避免这些的，还是一句话，3C 产品一定要远离。尤其喺感冒药啊，你有看到呀，你串烫食盘那些药啊，有些家长家长药啊，像蛇欧超，他因为讲话的话，手机是调笨蛇欧咩，你看它多小，它眼球的发育还没有完整哦，是快去接触3C 产品，跟母猪啊、剔除吸烟20年是保效太体内。好，很有的原因啊，有没有听说过晚上黑麻麻的灯关掉，好，这个棉被里面谁偶有啊，让父母亲知道那么晚了还没有在打电动，烤的棉虫毒棉屁毒又要在打电动，结果黄斑部又啊整个病变掉，很快就瞎掉。哦，这也是一个环节。哦，所以白金翼它的眼睛的眼疾部分又啊，让你警醒，灵魂之窗。哦，我们要懂得怎么去爱惜和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咱平常在阮咧读书啊，还就咧准备考试啊，尾种该木竹种强度啊，总之就嘛该防范做治疗，还有保养。有的时候我们读书考试出身来所以我的经验，我去发生一百我庆幸来个经验，是那个70年的时候啊，读书读到就熬夜、暗睡，结果呢，木柱啊，木柱已经拍摄部分就话，全面风势按风火，动痛。甲就话，我是咧录音家讲，我木柱按样迄种，我把拄好上来台北先来，其实就不下大概只安尼众筹着，按照千里光。其实那落以后又话是并该某个地方又话并水浸过，相近的又话煮温滚了又话做出那个调凉只个鸡肝跳落去煮小些又话，该洗又话是用毛巾又话微凉按熏蒸啊，如果它凉的话些又话，你唔该烫，还个是该煮干，该盖干。是了又话，有时嘛，暗晡差不多9点10点就按来同早之后又话，天气早先红葱，差不多7点钟些又话，我一个洗面座些又话，看到木就是全边拍开嘞，木酒精拍开为说是全红色，全部是全消退去。中医药了的特性唔系讲冇效，用退药个又话，很会冻结，
但是我感觉是讲不应该以此为例，是大家通用。我希望说，你有问问题的些药啊，吼，是本西医看也好，本中医看也好，但是是讲问到我中医的话，药啊，原则上靠药学，还有一点是用针灸。你平常去读书，你就会动甜那些，怎么办？我感觉好 DIY 是，你用按摩眼眶周围的穴道为主，你为了提议题又特别又准一下字卡，还有一个图卡吼，要本来这样看看吼。啊，你只要用木珠筋啊，内侧来些就啊吼。睛明、攒足，还有挡背的腰啊，哦，在眉毛这个中间的鱼腰，还有目眼穴的丝竹空，还有下背的用的承气。沿着手你几个穴位就啊，吼，你会讲，哎，用只手啊，捏啊捏啊，捋啊捋啊捋啊捋，捋一看就啊，很多是捋一捋啊，哦，一停，你会感觉眼压一定会降低一些，会舒服一些。啊，木珠筋就啊，也要养成习惯，就要看一看就啊。要上下左右前后来按紧啲哦，上下左右按看一下，哦，你一停会做的动作。还有点爱去用这个亲戚朋友就啊，小朋友也发生他眼压过高，记得起码你聊一些就啊哈，去习惯一些就啊，是今日叫，今妈妈问去是叫埋叫我眼目睭痛，啊，今妈说哦，去错不养去看过眼科，检查讲眼压过高，可是去摸带都就好啦，哦，是在叫啊，心话，那是告去黏呀，你控就啊。按黏，哦黏，按来轻轻就啊，吼，啊你颈项黏黏就啊，唔会痛，跟眼压过高黏就啊会动痛，是黏差不多10分钟左右哦。该小朋友就啊，餐桌上来炒就啊，哇，胃口大开，新年喜是表示哦，佢目睭啊痛来清红呀改在咧，所以讲我教你两种方式就话讲，揉按眼睛周围的穴道，黏控呀。个方法技巧有啊吼，你自家用也好，教按你亲戚朋友教也好，还有按你小朋友教也好，那对眼睛保养，我的经验是确定100%有效。实际上警服哈，没有推广，台北市政府啦，也讲西医部分，盖眼科医师有些也在推广按揉周围的穴道这个技巧。被尊为诗圣，给唐朝的大诗人。我记得啊，你看这历史有啊，他真的是贫病交加，生活非常困顿，颠沛流离。这诗词里面有啊，又讲到几号要老妻忧作弊，幼女问头风。我现在就要考考你们了。这2句话，讲来嘛个目标。该作弊，迄唔系做痛叫，就气血不顺。啊，头风很累，头哪痛？大致上来讲90分有。好，你在生活因为去透过杜甫啊，这生活环境有啊真的是很困顿，所以讲常常在船上有没有飘飘荡荡？就酸衣里面地面安你在湖里面或河里面，湿气一定重，风一定大。中医的观念有外阴6气，所以风寒暑湿燥火，风也有。湿也好，那天气风一吹，冷寒天，对冰天雪地的时候，寒气袭来，去拄到安尼问题的时候就因为财务上有困难，冇很多钱，冇买按好来披来盖，冇按好来貂皮大衣来穿，所以讲原则上来讲，它就引起风寒湿变成风痹。应该讲，我个人认为还有湿痹，湿痹重浊风痹游走。所以讲，基本走来走去，引起的这种跳风痛，基本上痹麻痹的痹，那个痹字是麻痹。讲风痹是因为风去球有啊，你的脚有啊，你的那个血管有没有会挛缩？挛缩以后呢，血液的供给会卡小，你用冲气啊风完去浪了有啊，去血气痛啊些有啊，你的肌肉也好，神经系统也好，你得到营养，血液的营养滋润有没有？的滋养的效果就差很多。咱那轻轻插痛斗气有啊，你使心经会传导奔大脑，叫轻轻讲，他叫妈妈 BB， 妈妈 BB， 听痛让它血液流通，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那种臭到妈胎的比胎的臭唔地。
殊的些药啊，注意服冇药啊吼，照到些切一个一个安息，所以严重的营养不良。最严重是人心安是迫害对头，而且是在宾客面前没讲这个家庭，所以从这点来讲那更严很多，可能是因为内耳平衡有问题，还一点有像小中风、中风的可能性。最有名的诗仙李白怎么死的？念地啊？先生，听讲该李白啊，都喝酒醉啊，都看到水伫杯度就该热讲，佢都爱去砸，佢都跌尸体去咧。相传是安那样，但是事实上李白有点缺点经常酗酒、醉酒，所以讲佢当好啉酒，啉酒咧增加佢嘅创作能力。因为透过嘅诗台用写作嘅招呼啦，也系讲副业招呼的点点滴滴你睇到酒气品质好不好？一讲问题，还有点酿酒的技术好不好？对酒精浓度各方面你看问题来讲法，引起到酒精中毒、醉酒而亡，这都属于这一块。所以讲，佢嘅诗有可能这两样会居大多数。还有一种叫做可能是铅中毒，但是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偏低了一点点。大概我们这样讲，唐宋八大家来讲最在宋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人能够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谁？范仲淹。好，那你知道他的文章里面讲到一个毛病？他好像都有一摆，佢都突然都晕倒啊，他把迄高血压系冇。佢嘅诗词地位又写到又讲到触得眩晕旋转之极对宾客呼导不知人事。这就是讲最严重是人心安是迫害对头而且是在宾客面前没讲这个家庭，所以从这点来讲那更严很多。就在门诊的经验来讲有两种情形，当然来讲可能是因为内耳平衡有问题，还一点像小中风。这两地方没有交代讲后面有没有半身不遂或手脚麻痹，所以感觉来讲很有可能是内耳不平衡，可能去的风外风引内风这个一个现象。还有我个人对他的了解是说，还有上些动贫困、动困苦，读书些注意服冇药照到些切一个一个安息，所以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导致他的大脑里面的脑血管有没有可能比颈胸烟踢走罗发，这个血管比较容易脆。很幸运的啦，摸表都抬跳来啦，可能表都谁跳来。从这点来看的话，佢也眩晕了突然间扑倒在地的话，可能性的这个小中风，还有一个是内耳不平衡，是安因它上安来现象。先生，小中风用办预防？小中风因为底下医学也蛮进步的啦，莫讲中医用现在讲避免，从平常时这个饮食习惯一定要管控，要注意三高血压啦、胆固醇啦还有三酸甘油脂有没有高，还有没有高血糖血糖有够冇？那一天这个会手欠了，你看因为慢吸的时候以后前夫亲有两年半年免费手欠黏灭白第一个缺点以后一定要小心。还有一点说，尤其冷天风冲些许多一些动作会很慢的要像阿兵哥一样分解动作不莫讲很冻还有上贴风来，因为去拄到风夹确实就是民众贴风来听是迫害是中风的现象。活生生的一个很多的案例，大部分你日学上面常常讲死亡时间用半夜2点多，半夜2点3点风来乌尿，韩国
天文讲红类候鸟，或起床生活作息又开始一天的活动，这2个时段最伤诱因，只掉了时团又中风、脾气莫强暴躁，醒了也好的哦，食到按到水咧，通通是扑电扑走，得压无比较，当做事情没压是解决得了的问题，了了问题，你还会改个这个心境还点做？因为你汉人要透过人翻全部强用，差得来，汉系强调的，有咩啊？莫错，人一到晚臭摩天，打电动，莫是追剧。你按球以往阿一家朋友也系患者啦，追剧3天看5、60出，一出戏就是最少1个小时以上。你想看几乎可能上工班要3、4点还没睡呀，这个是错误的生活作息。对你的肾上腺素的亢进，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对你的目睭来讲，真的心态负担，你会引起到很多的疾病。它有时候病不发在当下，所以讲当到问题伊莫到难伊就的安养院探得该本人洗脑本人服侍那些在怨叹，在抱怨，有其因必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真的这个做得来呀。第二节目主要前提这个一定要下手见到，一定要下改掉，莫放任自己，我还年轻，谁怕谁？也不要有一个心态讲，那18年后有一条好汉，你看真是错误的理念，错误的这个行事作风，来讲，猪肉冻好食，干肉冻好食，拼命吃炸鸡，哇，好吃，两件比我改件钙比一记食了，一记又唔拿食2记3记有陪酒，这些都是错误的生活的行为，往往是增加我们身体整个内脏、5脏6腑很大负担，引起到我们血管的压力，有没有？摸死你久坐，下肢股动脉掉，还有股静脉掉被压迫掉，你变成说要球气的因穷用，变成静脉曲张，这些都会增加你心脏这个收缩压和舒张压的部分的压力，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疾病的一个很大的压力。以上係基本上課嘅內容，基本上課到這位。你欣賞按到文人墨客寫按美妙精彩的詩詞，表彰出他個人身體一些狀況。你種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正衣冠。動人你愛問題也可以讓我們警醒，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的健康給 hold 住。今天呢，上課在這邊台下教你呢，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光临，谢谢。